乡亲继续来看云林北港举办第1号的道路二期工程的说明会，讲这个工程完成了后，会当互民众更加利便的生活空间，嘛会当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。 为了解决北港镇大量的车流，北港第1号道路的第1期工程已经伫2020年开工动土，即马嘛继续进行第2期工程。特一道路主要说伊是生活宽，是咱的外环道路哦，上该主要是哦，再来接下来北港的产业园区就在特一道路的旁边，这个也要紧速哈就接哈。第2期建设的路比第1期搁较长，所以关键都伫中央和地方的经费，搁有相关的土地征收。 地方的自筹款要赶快到位，才有办法向中央来快速争取。还有一个叫用地征收，这个也是落在地方主管机关，它必须要有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效率。期待1号道路会当赶紧完工，后民众会当有一个安全利便的行车空间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